2、3。Hello，我係讀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嘅三哥，平時叫我中婦人啦，係啦。我未嚟補學師之前，其實我一直都好冇系統咁樣去學習中文啦，所以其實我嘅中文成績其實一直以嚟都係浮浮沉沉嘅，可能有時候得40尾50頭或者係50尾咁樣，總之就係一個好波動咁樣，係冇即係好冇 progress， 好似一直都係原地踏步咁樣嘅，所以我就決定嚟學師呢度補三哥啦。咁補完之後，其實我覺得學師有2樣好令到我最終喺 DSE 考到唔錯嘅成績啦。第一樣就係我覺得三哥平時上堂嗰種態度或者係講解係令人好容易吸收到嘅，即係平時三哥可能會講一啲笑話或者係去講一啲係好用心咁教我哋，令到我其實好容易咁吸收到三哥想講嘅一啲，例如係中文嘅框架啊，或者係一啲用字啊、靚字靚句啊，咁我就可以最終喺中文卷即係寫作卷裏邊可以用得非常之好啦。而且第二樣嘢就係我覺得三哥嘅配套都係非常之多，例如就係有一理之術啊，有星光集啊，咁呢啲咧其實我覺得係都非常有用，因為我自己翻到屋企我都會去jot down或者去間低一啲靚字靚句，咁最終我就係我去到考寫作卷嘅時候，我最終都係用翻呢啲嘅 idea 或者用翻呢啲句子出嚟，所以最終其實我作文卷係比我想象中考得都好嘅，係啦，所以都好多謝三哥。